大家好，我係阿澤。今集咧同大家講嘅嘢咧就係關於一單趣聞啊。咁啊呢一個二手買賣平台 Carousell 嘅用家咧就要注意啦。咁咧出售物品啊，可能係會俾呢個稅務局咧就係追收嗰啲嘅稅款嘅。嗱咁咧近日咧就有一位嘅港女啦，咁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咁就係發文啊。咁就係表示咧3年幾前咧就曾經喺呢一個 Carousell 嗰度咧，咁就係賣一啲嘅屋企嘅舊物品啦。咁啊半年咧係冇10000蚊數嘅，即係賺唔夠10000蚊嘅。咁點知咧突然間咧收到稅局嘅電郵喎，就話啦你3年前咧賣嘅一啲舊嘢啊，咁啊係嗰幾百蚊咧都係利潤嚟嘅，咁啊要佢補交一啲嘅稅款啦同埋罰息嘅。咁佢講到個數好大㗎。話講到幾廿萬嘅，咁咧樓主咧就懷疑啦，會唔會係因為我拒絕咗呢一個 Carousell 嘅升級帳號邀請咧？咁所以個平台咧就將佢啲資料咧就交咗俾呢個稅局啊，咁啊搞到咁樣。嗱咁後嚟咧，Carousell 咧喺呢一個社交平台咧主動留言啊，就聯絡翻個樓主啊，就話咧，我哋嘅平台咧就係好重視用戶嘅資料私隱嘅。咁咧可以確認咧，我哋咧係冇將你嘅帳戶資料咧俾稅局嘅。嗱咁咧樓主其後咧就係更新翻件事嘅後續啦。佢就話咧佢已經向呢一個稅局咧就係申請咧豁免商業登記同埋係免繳稅嘅，咁就係獲得批准啦。咁即係咧嗰啲錢都係唔使俾嘅。咁但係咧事件裏邊咧自己最關注嘅咧就係嗰啲嘅個人資料啊、啲私隱啊，點解會外泄嘅咧？就認為咧。好奇怪咁樣嚇，咁佢就唔係認為咧稅局唔應該有呢個行動嘅。咁咧稅局咧就回覆呢一個嘅香港01就話咧，根據咧商業登記條例啊，喺香港咧經營業務嘅人咧，就無論你嘅業務係以咩形式運作啦，都必須喺開業嘅1個月內咧就係辦理商業登記嘅。咁需要辦理商業登記嘅業務咧，包括咧係圖利嘅。咁就係從事任何形式嘅生意啦、商務啦、工藝啦、專業啦、職業等等嘅其他活動啦。而一啲嘅網店啦、代購網站啦、二手拍賣網啦、社交平台買賣物品啦，需唔需要商業登記呢樣嘢咧？咁視乎翻嗰個活動咧，就係咪喺香港進行啦？同埋嗰個業務到底係點樣嘅？實際上，OK 一個咁樣嘅情況。如果呢單嘢係真嘅話咧，我都覺得係即係幾撚乞衣下啦。即係你話，如果呢一位嘅樓主佢係真係開檔嘅，整間網店出嚟做生意嘅，咁你話你要追佢稅，咁我明白嘅，合理嘅。咁但係而家人哋只係上去呢啲嘅二手平台嗰度咧，將屋企一啲唔要嘅嘢啊，譬如佢有一啲嘅舊書啊、舊衫啊、耳機等等啦，咁就諗住係我都唔要㗎啦，執屋嘅時候咁順便賣翻出去，可能食餐飯咁樣啦。個金額仲要係咁低喎。講緊半年嘅交易額咧，都係賺唔夠10000蚊喎。咁你追究佢其實有啲咩意思咧？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撚擾民啊！即係冇嘢搞揾嘢嚟搞啊！不過你哋有權咁你哋中意點就點啦。即係我哋只能夠係接受啦。咁大家買賣物品嘅時候咧，咁自己就留意翻啦。因為而家咧人哋政府可能係窮啊，咁窮就會左諗右諗埋啲乞衣嘢㗎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自己係有睇路啦，有咁樣嘅情況。咁今集關於呢一單嘅趣聞咧，咁分享到呢度，冇咩特別啦。咁照舊，中意節目咧，歡迎訂閱翻頻道啦。咁我哋就係下次見啦，各位網友，拜拜。